测试1、2，开红色来黑色，黑色。
喂，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亲爱的少气同学，平安。哦，要大声一点了哈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好了。亲爱的少气同学，平安。哎，谢谢。好，听到大家咧讲平安，真正是足感动哦。感谢主，咱大家拢这顺遂这平安啦吼。好，咱要开始今仔日礼拜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用虔诚的心来入到你的殿。主阮伫遮要来敬拜阿乐你，求主你即时的圣神降临伫阮的身边，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，透过牧师的教示，透过牧师的教示来，互阮知影你对阮的启示是啥物，做阮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互阮拢顺遂。今仔日的礼拜也求主你照顾保守，一切拢顺遂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牧师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无论是伫现场，还是伫线顶的，大家拢平安。咱即马礼拜前，咱要来练一个诗吼。咱头先来看咱即个月月诗567首，567首吼，有6、7。咱顶礼拜有练过啦吼，毋过这词吼，我感觉无真顺吼，咱搁来念一遍好吧？咱对第1节甲第3节，咱拢做一遍来念一遍，来请。请看空中正鸟食，因无夜景无正坐，因无收割无收成，因无积聚伫册仓。咱的天父甲因养饲，咱减无比因较贵气，无得看如食什物。无伫看如啉什物，想看山呢百合花，因无着磨无芳集。所罗门荣华的时，所称毋达非花蕊。咱的天父甲因装他，虽然因毋捌伊的疼。无得看如穿什物，伊看过所听惊字，着求伊主权实现，尊叹伊旨意不变。天父恩典甲仁慈，逐日欠缺伊赏赐，所以无为明日挂如明。一日艰苦一日长，万项交托主拍算。我有去看迄个陆伊道的牧师的讲解吼，伊讲伫上尾啊，伫上尾啊谱表遐讲，无得看如食性命，伊则是讲性命。伊讲咱常常讲啥物吼，啥物讲是较大的物件啦，性命讲较细。吼，所以伊遮写是讲较细安尼吼，所以无伫看如穿什物吼，个明日啦吼，明日为家己看如吼，安尼读过可能较清楚一点吼。好，来，咱好来，请看苦。
主把生。咱今仔日有咱的扫器啦，吼，什么叫做切称？恁知无？切称就是以前割稻子以后，他要放在那个仓库，就是那个就是在放那个谷物的那个仓库，叫切称切切啊，还没有变成白米的时候，就是叫切啊，切称啦，吼。好，咱这首歌是为马太第6章26节到34节吼。我感觉上帝应允予咱吼，叫咱什么拢毋免看路吼，当然爱做事啦吼，啊，什么毋免去看路，咱食什么穿什么吼，一日教育一日长啦吼。所以我感觉上帝恩典伊有教育咱用。伫哥林多后书12章90遐嘛有讲，保罗吼伊讲。恩典，上帝讲恩典教育咱用吼，所以迄个经节甲即个经节吼，我感觉哪吟吼，本来顶礼拜嘛袂晓唱，啊，就一直练，你唱我会感觉很温暖。上帝听通伫咱的身躯顶，我感觉吼，伫咱生命顶，我感觉咱是足福气的人吼，有上帝伫听通咱免烦恼遐尼济啦吼。咱过来唱一遍好无？我感觉哪唱是无真实啦吼，过来唱一遍啦吼。吃看苦中情交加。因无也见无情重，因无受挂无受限，因无借主的节奏，咱的天边高兴有情，但也无比因较贵气。无伫看路加性命，无伫看路深啥物，就看山呢变后悔，因无中我无旁支，所罗门烟花的心。所请毋得随法对，咱的天边高兴正头，虽然因毋捌会跳，无伫看路情是命，伊看过所听行迹。着求彼主关系内，尊叹伊之不变，天边稳定甲真主，到只欠亏受损，所以无为并这看路。为家己看路，一艰苦一顿，万行高头主拍算。感谢主哈，万行主高头主伊来拍算哈。好，咱先开521首521，这首嘛足好听的诗歌吼。你若欠缺真失望。上帝予咱组织咱伫教会，予咱互相相帮赞。咱唱第1节、第2节就好吼，来。你若欠缺真失望，我着真主看了就欢喜，那面真是坦多哩，
信心来帮助。我若拄着心烦恼，你就替我来祈祷，求主看了就欢喜，显明真是坦道理。难怪伊所着，难怪伊所着，难怪伊所着，求圣神来帮助。请咱闭眼心。上帝啊，人得錫安稱讚你，佫着對你寫所下願。聽人祈禱的主啊，全人類攏要就近你，做壓倒我，毋過阮的過失你攏要赦免。你所揀選，互因親近你，帶佇你殿院，即款人真有福氣。請咱吟詩來學老上帝，聖詩567首。聖詩567首，請看空中正鳥者，請看空中正鳥者，因無夜整，無種作，因無收割，無收成，因無積聚佇冊倉。咱的天父，甲因養飼，咱兼無比因較貴氣，無得看路食什麼，無得看路啉什麼。請咱起立來吟全首。請看空中正鳥者，因無夜整，無種作，因無收割，無收成，因無積聚佇冊倉。咱的天父甲因養飼，咱兼無比較貴氣，
看愈正神秘，无地看愈流神秘，想看山里结合花，你无着我无旁情，所罗门烟花的心，所请甲水花蕊，咱的天父甲因装看，虽然伊毋热伊会听，无地看愈清啥物，伊看讲所听行日，着求伊主关心的，尊叹伊旨意不变，天父稳定甲认准，逐日咸过伊相思，所以无为明日看路，明日为家己看路，一日艰苦一日长，万行交通主拍算。请坐。这是咱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主祷文伫咱周报第7页嘛有。愿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正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愿你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咱过来启用，启用文记载伫启用文第61篇，启用文第61篇也就以弗所第2章，启用文第61篇。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基督促进咱的和平。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，甲因隔开的墙。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。安尼，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予所有的人。通过基督。所以，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，是甲上帝的子民，偏偏做国民，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。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。咱过来吟圣诗，圣诗第4首。圣诗第4首，天的万国众人着听，天的万国众人着听，大家进前归主免惊，地上万类同心服侍，上帝独一应该敬拜，全地服侍，尽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天的万国
前人着听，大家真正归主面行，地上万类同心合使，上帝独一应该敬拜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天顶主宰，极大权能，地理万邦，即将权柄，全地顺坦，何塞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并真富贵，无分地位，何塞上帝，何落拜跪，情人隆重，这声吟诗，以命尊贵，应该敬奉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主的公义永远不变，情人感情无也无限，历代圣道传播人知，主的功劳奇异伟大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请坐。这是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阮伫天顶大老爸，阮的主，我们搁一届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搁一届通组织伫这个所在，我们来朝见你的面。我们用阮的心，用阮的嘴来敬拜你。我们通过诗歌，通过你圣经的话语，通过你中心罗布的宣讲，搁一届伫遮家己相拄。自当阮每一届思想起阮过去的日子，阮的心就充满感恩。伫过去，有的人可能拄着困难，有的人可能拄着病痛，有的人可能拄着死失分离。但是主，阮要感谢你。你互阮每一个人有缘徛立伫你的面前，当阮行过每一个路站的时，阮拢知主你甲阮同在，你的腿、你的拐安慰阮。主伫这个年底特别到的日子，呾伫阮教会有侪侪活动。我们为着这个活动献上阮的祈祷。伫后礼拜，阮有感恩节的见证音乐会，找着兄弟要透过音乐，透过因的见证，搁一届来讲起你过去一年伫因的身躯所赐予因的恩典。伫11月26日，阮也要举行每年度的事工研讨会，搁一届来记忆文山教会伫未来的一年所有的事工。伫12月25日，阮也要来庆祝主你圣诞的日子。我们直接恳求，求你纪念所有参与的同工会友，纪念因为着这来的准备的劳苦甲着磨。就伫这个时阵，我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献上阮的祈祷。特别来26号要全国的公职人员选举。
主，我们伫遮恳求，求公平正义，搁一届临到这块土地。我们恳求，人人有免伫惊吓的自由。我们搁一届恳求，互阮每一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我们恳求，无互敌基督的手临到阮的国度。我们恳求，伫台湾这块岛屿，简单只有主来掌权。求你的国临到台湾这块土地。主，这时我咱的祈祷，拢是奉你的圣名来求。阿们。咱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《哈该书》第2章第1节到第9节。伫旧约的圣经1044页，1044页，《哈该书》第2章第1节到第9节。请咱参加来看。7月21日，耶和华的话托先知哈该讲：你着甲犹大的总督撒罗铁的囝所罗巴伯，甲约撒达的囝祭司头约书亚，以及所剩的百姓讲：恁中间要得地的人，有志最捌看过即间殿从前的阳光嘛？现在恁看了怎样啊？敢毋是伫恁的目睭看亲像无嘛？耶和华讲：所罗巴伯啊，你着勇敢；约撒达的囝祭司头约书亚，你也着勇敢。耶和华佫讲：即所在的百姓啊，恁也着勇敢，也着做工，因为我甲恁伫地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当恁出埃及的时，我甲恁立约的话，我的神踮伫恁中间，恁无得惊。因为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佫无偌久，我要搁一摆震动天、甲地、甲海、甲大地。我要震动万国，万国所羡慕的要来，我就互阳光充满这间殿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：云是我的，金也是我的。这间殿后来阳光要赢过从前的阳光，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搁伫这个所在，我要享受平安，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以上，这是咱请少年团给来献诗，因为今天诗是我们呼求。
正道，请本堂科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圣殿，圣殿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大圣先感谢大家伫顶礼拜为牧师以及长老，还有侪较正的兄弟咧带导。恁也阁听出来吼，我的声还阁无完全恢复吼。所以游玩，咱即时刻还阁有一寡兄弟游玩咧较正的中间，咱游玩伫即个时间，拢爱为因彼此来带导，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，看顾阮，互阮伫你的听内面，阮正做一体。虽然病毒的攻击影响着阮的身躯，总是阮的心悠然靠无伫你。愿主你看顾，互阮每一位，拢因为你的恩典疼痛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。即时刻，恳求信心的同在，帮助阮，搁一届来甲你相拄，搁一届来领受你的祝福甲恩典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读的即卷哈该书，是咱真正较少咧读，也是讲咱咧读的时阵，真紧就跳过。那呢，今仔的题目是讲圣殿。听到圣殿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听到圣殿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想到伫旧约内面，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迄个情景呢？也是你会去想到以色列人互人掠去的时阵，圣殿互人毁坏的情形呢？也是你会去想到耶稣伫圣殿内面，塞倒遐咧卖物件遐的人的担，也是你想到现主时咱教会建筑物，也是伫全世界，无论伫澳洲、美洲，全世界各所在的每一间教会，也是咱咧讲圣殿的时阵，敢若咧讲伫耶路撒冷迄个圣殿尔吗？咱来想这个问题是：圣殿对咱每一个人，对咱每一个咧信靠上帝的人，有甚物款的意义？圣殿是教会建筑物，也是现主是咱坐伫即个所在，咱咧做礼拜一个礼拜堂呢？圣殿对咱的意义到底是甚物？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哈该书，先知哈该其实伊出现的即个时间无长。大约伫主前520年迄个时阵，伊出现的迄个时间嘛，干若一年尔。伊差不多伫比西番雅书较晚1世纪。伊伫迄个时阵，就是伫波斯打败巴比伦，即个时刻嘛，互伫受掠去巴比伦遐犹太人有一部分会当转去到因原本的厝。不过，当迄个所在因转去的时阵，因为做干旱，土地养分无够，佮加上伫徛伫迄个所在的撒玛利亚人因一寡反对的因素，所以当时咱今仔日所读迄个所罗巴伯，就是约雅斤王的迄个孙，伊无法度将圣殿重新来起造。所以，抵到即个圣殿荒废了10几年，几落10年。哈该是受掠了后，转去到耶路撒冷的一位先知。所以伫当时迄个时期，人若讲先知，因就知影是咧讲哈该。所以哈该伊咧传达的信息，是一个真重要的时刻，就是爱犹太人，特别是犹太人的领袖。爱真紧来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，嘛咧强调一项事，就是上帝已经应允，爱互遮所有生命已经更新的人，而且伫顺圣洁的人民，因伫将来会当过着一个安定的生活。所以咱来看迄当时。已经受掠转去到耶路撒冷的这犹太人，
其实因还阁真持守伫一寡律法的顶面，因持守遮的律法，因转去到耶路撒冷，对受掠了后，转去到因原本的家园的时阵，其实因的心内还阁有一种记忆，迄种记忆就是伫受掠迄个艰苦的内面，生活伫外邦人的迄个土地的内面，迄拢藏伫因的心内。所以，咱会当想象一项事，就是因咧想，我真无简单转来到我的家乡啊。那安尼，我转来爱做的第一件代志是啥物？我会安怎？我才有法度生存落来。生存正做因第一要紧的代志，所以因就无将即个信仰属灵顶面的即个代志，放伫因头前的事项来做。敢若看起来，遮的百姓无将上帝的代志放伫因的心内。所以，咱看到哈该书一开始，上帝就透过哈该甲因讲，遮的百姓。遮百姓咧讲，即摆毋是重建圣殿的时阵啊，因为因爱家己会当先活落来才讲。但是上帝爱哈该来传达一个信息，就是讲我的圣殿互破坏了后，即摆还阁芳香伫个，恁即阵百姓转来到耶路撒冷了后。恁为着家己所徛起的遮个厝体，咧做整修，咧做起造。恁每一个人所起的遮个每一间厝，拢起了袂歹。若是我的圣殿呢，即摆还阁芳香伫迄个所在。所以上帝爱因看家己即摆的状况，爱因检讨家己现主时咧面对的。上帝甲因讲。恁看觅恁即摆的状况是安怎？恁有疫症，总是恁的收成无济；恁有饭通好食，总是食袂饱；恁有酒通啉，总是无够夜；恁有衫通好穿，不过穿袂烧；恁做工有收入，不过无法度维持恁的生活的需要。迄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恁敢若看到家己的需要的顶面，恁无看到上帝的殿芳香伫迄个所在。所以上帝甲讲，恁爱去山顶去彻查，然后呢来重建圣殿。恁若安尼去做，上帝伊就会欢喜。我才有法度得到恁互我的即个尊荣啊！所以上帝咧提醒遮个百姓，毋那敢若为着家己，爱看到伫属灵顶面的需要。所以上帝继续互因亲身去体会一个代志，就是上帝讲：我互即个天无要落雨，即个地无要生产遮个作物，面对打扫的问题。就是因为恁互我的圣殿芳香了后，恁家己敢若咧起造恁的厝体，所以这是上帝伫受掠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，透过哈该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，这百姓有听到，因听了真惊。经文内面写讲，因真惊的原因是。因惊即种的状况继续落去，因惊着上帝的处罚临到因的身躯顶，因惊因继续过了即种食袂饱、穿袂烧、有敢若无的即种生活，所以因就愿意照着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命令去做。上帝甲因讲即个话的时阵。大约是伫葡萄无花果石榴咧采收的即个时期，上帝看到即个子民、即群百姓愿意将中间的事提出来，搁一摆放伫因生活中的第一位的时阵，
上帝应允因一件代志。上帝应允因讲：我要甲恁同在。当恁愿意的时阵，我就甲恁同在。对下界开始讲上帝话了后，一直到百姓有行动。咱对哈该书第1章看到第2章的时阵，咱就知这两种用了23天的时间。不过这23天的时间，为什么爱这么长？有可能，迄个时阵当时要收割的时，百姓要有一点仔时间来处理一下伫田里的代志，也是做一寡组织规划了后。才我都开始来重建这个圣殿。上帝透过哈该，以色列百姓讲话。那呢，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上帝要对咱讲什么话呢？拄则咱看到教会周报内面也好，也是咱看到教会外口的布置也好，咱拢看到。感恩节以及圣诞节伊要来临啊！教会外口咧布置，咱可能拄则来时看到咱的迄个总庭还有一寡布置还未完成。但是我毋知你有注意到无？咱我伫路边的即个花园嘛换新的啊，嘛改变啊。咱的后壁嘛无共款啊，遮个砖塔。一摆重新的整理，遮个砖塔有无共款的花草入来到这个中间。遮个砖塔，有若是咧砖塔教会的外表，嘛展现出另外一种的风貌。我想，我今仔早起对昨甲今仔早起，我徛伫外口咧看，我看到真侪经过教会即个花园的人。10个差不多8个拢会徛停落来小看一下。我想老因有一款无共款的感受。咱教会伫遮超过100年啊！我想侪人，也是咱的先辈，拢见证着即个土地的发展。咱嘛对着即个时代的改变甲进展，互咱的教会对。1898年的第1代，咱讲的红砖小教堂，到1962年的咱即摆的旧堂，以及现主时1998年了后的咱即摆即档的教会建筑物。我咧看咱教会历史的时阵，我看到每一个阶段的中建，拢有无共款的原因。伫中建的过程的中间，嘛拄着无共款的挑战甲窒碍。不过每一届完成了后，我看到当咱的记录的内面，虽然无法度真清楚说明当时的状况，总是我知影，伫迄个时刻，互信徒对上帝搁较有信心，因为伫每一届无可能的中间。上帝成就了一切，所以有时我徛伫教会外口，也是伫边仔坐一日，我咧看到咱的建筑物，我看到上帝即个具体的作为的时，我就开始咧回想，我捌行过、捌经过、捌去参观过每一间教会，我就咧想每一间教会建筑物。有诶，我知影因诶故事；有诶，我敢若会当看到伊诶建筑物。伫世界各所在，遮尔侪教会建筑物内面，到底上帝要诉说的是甚物呢？伫全世界有侪算袂了遮个教堂，每一间拢无共款。我想上帝透过遮个。人所起的这建筑物，是要对当时的人，以及现主时的人，要来诉说的是上帝伊的故事。我想咱嘛有时咱拢会出去佚佗，咱会翕真侪相片，咱会翕真水的遮个风景，
山啦、湖啦、建筑物啦，也是花草啦，咱会记录咱伫迄个中间的欢喜快乐。我嘛共款，所以当我咧现以前的相片咧看的时阵，我发现一件代志，就是我对教会建筑物的遮记录的相片其实无多。我就咧想，若有一天咱若出外去旅游的时阵，咱会当记录伫每一间无共款教会的相片的时阵，我咧想有可能。咱就会知影，透过遮个建筑物，上帝要对你所要讲的话是甚物呢？看到侪人佚佗翕的相片，但是拢无一个真完整的记录逐所在教会的即个相片。所以我咧想，那呢，上帝透过每一间无共款的教会，伊要对咱所讲的话，一定是无共款的。今仔的经文继续咧记录讲，过了差不多要1个月的时间，上帝对百姓讲，伊甲伊讲，即摆圣殿的状况是真芳远的，有敢若无的，就是无任何的正典。咱今仔日一开始所读的7月21日，咱若对犹太人的祭期来看时，7月份是真重要的一个节期。7月1号是分扫角的扫角节，10号是赎罪，15到21是祝棚节。所以7月份对因来讲是真无用的。伫遮真无用的中间，上帝讲，我的圣殿甲即摆也阁是共款。中间的工作无真有偌济的正典伫的。那呢，咱看到伫历史的内面的记录的中间，所罗门王是伫7月份将圣殿奉献给上帝。但是伫哈该书的即个时期，却是以色列人受掠转来了，伊咧面对家己生存的一个问题。虽然因已经开始咧动作啊。实际上，因无真侪时间咧执行即个中建的工作。7月2日是犹太人传统的节期祝棚节的上尾一天，就是所爱将所有遮个农作物收成的一个收成的即个节期。伫即段期间内面，因每工照着旧约内面所记载的是，因每工拢爱伫圣殿内面献祭。所以上帝选伫即天，搁一摆照着哈该来对伊的百姓讲话。这段期间，其实爱安尼来算的是，当因受掠，一直到因回归到耶路撒冷，这个时间有67年以上啊。所以，上帝咧甲因讲的是，恁早前看过圣殿的模样的人，其实伫现主时，拢已经70岁以上啊。这个人毋是真多，有的可能拢已经无伫的啊。除了因为节期，除了因为年岁，这因素以外，这阵对外地转来耶路撒冷的子民，其实因已经无亲像伫所罗门王迄个时期，因有真大的关系，因有真丰富的资源，因会当对逐所在摕到上好的遮的材料，因会当请上好的遮的师傅，因无法度啊。因甲所罗门王迄个时代已经袂通比啊！因无法度将圣殿的内面来搭满所有用金啊所搭的遮的砖塔，而且伫10多年前，一届想要重建的时，互住伫迄个所在的百姓来阻挡，互犹太人失去对重建圣殿的一个信心伫个。虽然这个时期因愿意，
伊愿意搁一摆听上帝的话，不过环境、财力、经验，甚至政府官员的感谢，拢互已经开工中建已经要1个月的这个圣殿的工作，无甚物款的进展伫。咱爱记得上帝对因有宣告一件代志，就是上帝甲因宣告讲：我要甲恁同在，我要甲恁同在。上帝诉说当因对出埃及的迄个时刻，上帝就甲因立约，上帝就甲因约定讲：我要甲恁定定做伙，我要甲恁同在。这个应允毋是伫出埃及迄个时阵，是伫下界这个时阵悠远共款。这个上帝要甲因同在，嘛是咧对咱在座的每一位咧讲话。上帝要甲咱同在，因为上帝甲咱同在，咱就免惊吓。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同在，因就有迄个免惊吓的心去重建圣殿。上帝讲：我有全能的权利，我要震动天地，要互重建圣殿所需要一切资金、材料。拢要自己来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世界顶面所有一切，拢是属于上帝的。重新建造的圣殿，一定要比早前迄个圣殿搁较水。上帝要互伊的子民过着一个安定的生活。圣殿要重建完成。回归到耶路撒冷遮的犹太人，因真正去经历到上帝，所以我嘛相信，咱教会伫过去咧起做礼拜堂的时，伫当时的信徒一定拢有领受到搁真搁活的上帝。那呢对咱呢，对现主时的咱呢，20几年前起的礼拜堂，迄个时期，敢若对咱来讲有一寡距离啊，有一寡远啊。因为咱即马拢坐伫即个内面，咱咧享受这所有的一切。那呢，今仔日下界咧启示上帝圣殿的即件代志，对咱来讲是要爱咱做甚物呢？实际上，咱对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建造是不断一直咧进行的。建造毋是教会一项硬体的建筑物尔，建造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拢属于上帝，咱拢是上帝的子民，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心灵。拢需要不断互上帝来建造。有时咱会拄着互上帝拆毁、拍破，然后咱才法度伫上帝的手中，互上帝塑造成做下上帝所使用的器皿。上帝透过先知哈该，对归往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讲。我要甲恁同在。今仔日，上帝嘛咧对咱每一个人咧讲，我一定甲恁同在。既然上帝甲咱同在，咱就毋免烦恼，毋免惊吓，咱互上帝来使用。顶礼拜，为个身体互病毒所拍败，真正伫。所有大家想会到遐个症状吼，我拢差不多拢有，只是较侪较少尔。有时是一个接一个，有时是2、3个做伙来。我经过顶礼拜一礼拜真艰苦的时间，总是肉体无法度思考，真正无法度去想任何的代志。但是我真清楚，上帝甲我同在。所以前2天，牧师娘咧问我讲：“你感觉上帝伫耶稣伫倒位？”我耶稣伫我边啊。
伊讲伊甲我讲，你爱甲上帝讲话，你来真实伫你灵内面来感受着。我讲早前有一届，我互张思聪牧师做1对1的即个属灵的服侍时阵，我就看到伫我细汉的时阵，耶稣落伫我的边仔，保护我，看顾我。所以我知对迄个时期一直到现主时，我知耶稣上帝拢甲我同在。肉体有病痛，不过我灵内面真清楚，耶稣就伫我的边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甲你同在吗？当犹太人受掠回归了，因敢若注意伫家己的需要的顶面，因无认真去看到上帝恩典，至到忽略了圣殿已经芳香的状况。那呢，咱是不是因为现主时咱的生活、咱的环境、咱的肉体，至到咱的心思意念，拢互这个世界所牵去，拢互这个世界所引带去，袂记咧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袂记咧咱是上帝所要使用的器皿吗？当圣殿的荣耀要搁显现的时，当上帝应允伊的百姓，要互因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的时，其实嘛咧对咱讲，无论即摆环境局势如何，咱拢要互上帝来塑造，咱拢要互上帝来起造，成做上帝的器皿。因为上帝要使用咱每一个人。圣诞节、感恩节、教会外表的装塔，是互人来看到上帝具体的形象。那呢，咱爱将咱所领受的这一切，咱来甲人来分享、来诉说。所以，咱伫后礼拜，咱有邀请人来参与伫感恩节这音乐会。我想，咱游玩经过这疫情这2年的时间，咱搁一届来邀请咱的亲朋好友、咱的厝边头尾，互因毋是干那看到教会外表的硬体尔，要互因看到的是上帝甲咱同在。只有上帝同在的一个所在。只有上帝甲咱每一个人的同在，我想迄是极水、极好，而且佫充满着上帝气力的所在。不论咱是甚物款的器皿，咱拢诚做上帝所使用的。咱毋是要追求，咱爱偌济人来到礼拜堂，咱毋是要办真侪活动。总是咱咧做每一项事的时阵，咱拢爱知影清楚，是要互人来认捌上帝。所以咱咧办这活动的时阵，办感恩节、办圣诞节，咱拢爱为这活动来祈祷。那呢，我邀请正兄弟姊妹，咱要起造的。毋是外在遮的遗体，所以当你若经过咱的花园，经过咱的总庭的时阵，其实你会当为即个所在祈祷，祈祷好来接受到花园，接受到即个总庭的人，因会当认捌上帝，因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来领受上帝同在的平安。咱做伙来完成这项事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知，靠阮要做的一切的事，是无法度完成上帝你的使命。阮只有倚靠伫上帝，阮只有上帝同在的时刻，阮才有法度来回应上帝你的听。愿主你帮助阮。互阮伫感恩节、伫圣诞节以及以后的每一届节期的中间，阮拢要将这一切事，
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，向求上帝使用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伫参与伫上帝你救赎的计划内面，互每一位来看到、参与到、接触到的人，拢会当来明白你，有缘会当来领受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。愿主亲身引带阮，互阮会当回应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听。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是咱来回应上帝话，咱来念圣诗第521首。圣诗521首，囡仔欠过真失望，我着尽力来帮衬。救主看了就欢喜，显明真实探道理。咱决意三听，咱决意三听。咱决意三听，求圣神来帮衬，请咱起立来念全首。你若欠过真失望，我着尽力来帮衬，求主看了就欢喜。心烦恼，你就替我来祈祷，求主看了就欢喜，显明真实看道理，咱我已三听，咱我已三听。诚济，这是咱来奉献。
起立来给你奉请坐，这是咱来报告。报告的大声，咱请来读今日的金句，咱来读2遍。搁伫即个所在，我要享受平安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合该书第2章第9节。搁伫即个所在，我要享受平安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合该书第2章第9节。咱来看周报第3面，后礼拜的圣工分担。后礼拜领唱是敬拜团，司礼偏调亮职事，司琴左颂梅姊妹，献诗是献歌队，司献陈锦娇职事甲赖韵如职事，交台陈锦娇职事甲李若雨姊妹，音控是李尔波职事甲张建团职事。广告经理是柯牧师。来就这个拜三，咱的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柯牧师，司会是偏调亮职事。后礼拜第2礼拜，国语礼拜的这个主理是柯牧师。咱过来看报告事项。第6页，咱的报告事项。11月19，就是过来这个礼拜6，咱本会有要举办感恩节的活动。咱以前是拢一人一台自参啦吼。即摆因为讲疫情，讲无嘛是无，讲有嘛是有啦吼。食饭实在是一个破起啦吼。所以咱即摆教会是准备一个小餐盒啦吼。所以大家嘛是会使摕早来有一个餐盒，伫暗时6点伫旧堂要做伙来享用。暗时7点，咱伫2楼的礼拜堂伫即个所在，要举办即个感恩见证音乐会。咱感恩节的即个邀请卡放伫1楼的柜台，欢迎兄弟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。主要咱即届是讲咱教会内底家己来准备。见证嘛，咱教会家己来准备，大家会使做伙来到时做伙来到教会，嘛邀请恁的朋友来。11月20就是后礼拜日，是感恩节联合礼拜，所以华语堂是无，只有台语堂，所以请大家注意。后礼拜即个11月20要举行即个同工的训练，第2届同工训练时间是11点到12点，伫地下室1楼。请2023年对新的团契会长、献歌队队长甲同工到时来参加。第3，感恩节筹备小组要开会通知，沿暗就是8点要召开第6届的筹备会议，所以请大家伫线上来参与。伫今日下晡12点半，要伫1楼地下1楼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出席参加。伫11月26，就是后礼拜6，毋是后礼拜6，歹势，11月26，伫咱的教会要召开2023年的事工研讨会，要研讨明年咱教会相关的即个事工，邀请中执团契会长。同工来专程参加。另外，2023年的团契新同工改选的公告，敬拜团有改选出来，
团长是潘秀丽、灵修廖竹英、华当潘宣娥视听技术张信德普务王博月、会计杜伟汉、保修李成勋。以上今日有新来咱嘛继续为着咱集体教会软弱集体来祈祷求主医治。好，牧师唔知要补充报告。无咱来念尾边的诗，圣诗396首，金丝刷，请牧师为咱接祷。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，圣神的安慰甲扶持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咱彼此请安。